安尼叫来叫去，你要吃无？要吃无？先吃，明仔载较进食安尼。哎，来乱的啦。我拢很坚持，因为我都很看重我对神的约定嘛。因为我很希望说，主耶稣也在看重我的祷告求的事情。改变你的人生。对，我都很认真。所以你也读圣经，你嘛有认真咧祈祷，你嘛去查经班，好，你甲听众朋友来回忆一下，讲安尼，你的人生拄到什么种的这个转折？自从我悔改，我就开始想说，讲以前甲我讲的话，然后以前虽然无伫听，毋过需要的时阵，迄话拢会伫耳仔边啊造出来。然后我该认真读圣经，然后当我有碰到我要该冲动，想要讲骂，想要讲冤家的时阵，迄神的话就搁出来。不可亏损神的荣耀。你要做基督徒，你就要有圣洁的心。